好，今次呢，就為大家唱出呢一首歌，細心欣賞啊，同埋提一樣嘢，聽呢一段錄音嘅時候呢，你將個電話校到最大聲，咁樣會聽得清楚啲嘅。好，咁我哋而家就開始啦。如今這 AC 就像一場夢兒，就像一場夢裏如醒來，就像什麼都沒有，流放到海外，沉痛看着同一顆月光時，就想起 AC 如今這沉痛時，沉悶時睇着同一顆月光，在沉痛時看着天上圓圓的一顆。AC 們你就已經開學，下次見面唔知何時，當那刻再去回憶時光，這時候就像一場夢兒一樣，當那刻就像妄想一樣，就如瘋了一樣，不斷妄想一切。AC 你們又過得怎樣？中文結你任務號來以量，看着你已的樣，懷念着這時候，又只沉痛地看着月光，你們看着同一顆月光，忙碌着，沉痛時看着同一顆，在沉痛時看着天上圓圓的一顆。AC 們你早已經開學，下次見面唔知何時，當那刻再去回憶時光，這時候就像一場夢兒一樣，當那刻就像妄想一樣，就如瘋了一樣，不斷妄想一切，回憶這當時候，就如妄想一樣，就如妄想一樣，沉悶時看着同一顆月光，在沉痛時看着一顆亮晶晶的月光，也想起 AC 的回憶，無奈只可以 AC 耳。當那刻再去回憶時光，這時候就像一場夢裏一樣，當那刻就像妄想一樣，就如瘋了一樣，不斷妄想一切，不斷妄想一切啦。